其他消息来关心，台北市警察局最近有买5500台微型摄影机，也就是咧讲的密录器。不过爆出讲是中国货，可能有治安的疑虑。台北市警察局对外表示，即马正在验收，准讲厂商有违反规定，一定会照契约处理。不过厂商是对外表示，这只是天线用中国货尔，因认为并无治安的疑虑。真侪外勤警察执勤搬载时，身上拢会挂俗称密录器的微型摄影机，也毋过台北市警察局所买的上新一批密录器，所传出机器顶的天线模组，竟然是中国制造，引起治安疑虑。天线它是属于产品的零组件，那这符合数位部的一个资通讯产品的一个安全的规范。采购案尚未完成验收，所以我们在验收的时候，我们会以更严谨的态度，针对产品的原产地及相关的资通讯的部分，来做一个严格的把关。根据了解，台北市警察局伫今年度的密录器采购案，一台4850块，拢总买5500台，最后厂商以2600多万得标。也毋过密录器零组件也都是天线模组，煞是对方厂商制造。台北市警察局指出，采购案还未验收完，会请厂商说明。另外，密录器采购未来敢是限制未当用中国制零件，也咧评估。得标的厂商指出，当初是交予设计师设计，认为这款密录器采用中国制的天线模组，效果是相搭配，无治安的疑虑。我这个天线是被动的零件，它是一个很单纯的物理的一个零件而已，它没有主动可以做任何记忆或是发送的功能。这个东西不会有治安的疑虑。业者澄清使用中国制零件，并无治安疑虑。那台北市警察局的采购案只明确规定，原产地加软体等原回，袂当是中国地区。治安专家表示，那天线模组无结合有传输功能晶片，治安袂有相大的影响。如果只是单纯被动式天线的话，那它是做一个讯号的加强，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威胁。针对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的使用原则，作为发展部指出，是规范政府机关使用的自通性产品，袂当使用中国手牌，也袂当来自中国制造。另外，零组件是交予各采购机关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